咁呢度咧就大公報就訪問我哋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係將 AI 人工智能加埋落去詠春嘅。咁呢度啦係另一份嘅教育雜誌訪問我嘅。咁我亦都分享咗咧，就係我哋都有個書範嘅 Apps 咧，係透過學生嘅自學而可以咧係做得好一啲嘅。咁呢個就係最近對我哋間學校嘅關心啦，都係同一啲人工智能嘅教學有關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我而家做緊嘅公職。咁呢度大概好多嘅嚇。咁我除咗自己咧係北京大學嘅古代文學碩士之外咧，咁我自己亦都係讀咗教育學嘅博士啦。咁跟住我而家做緊嘅公職咧，可能係南區學校聯會啦，幫教育局做緊啲嘢啦，或者係做緊大學一啲嘅顧問啦咁。嗱，但係我所做嘅東西，我只係想講一樣嘢，唔係我做嘢做得多，我只係話我呢啲嘅公職其實係同 AI 冇關嘅，係同而家嘅資訊科技係冇直接關係嘅。但係而家學界要訪問我嘅，都係講關於 AI 人工智能或者係資訊科技嘅問題。咁即係講一樣乜嘢嘢咧？大家明白啦，係乜嘢啊？呢個世代嘅教育有啲嘢係好重要嘅，就係關於我哋資訊科技同埋 AI 嘅素養。呢一度有個報導係 OECD 經合組織入邊講嘅，到底我哋而家未來嘅教育有啲乜嘢重點？嗱，大家睇下未來教育嘅需要。雖然啲字細啲，我哋睇一睇啲重點你就知㗎啦。嗱，大家留意，你睇到而家教育嘅需要，你就識揾學校，你識得點樣去栽培你嘅孩子嘅。去到今時今日今刻，學校都要諗辦法搞好學生嘅文憑嘅。但係因為數位化嘅緣故咧，好多嘅器材咧，其實學生可以自學嘅。好似你頭先睇見我哋嗰個打詠春啊，或者寫書法嘅軟件，學生可以自己學，可以俾分俾佢，佢自己識得自己改善嘅。咁死啦！學校愛嚟做乜嘢啊？學校嘅價值喺邊度啊？就喺呢度啦。價值觀態度嘅培養，感情嘅需要，學習動機，要有實驗，要多元嘅發展，要發展學生嘅個性化，同時係同社區聯繫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新世代嘅教育，學校要做到嘅嘢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揀學校，好壞就係間學校做呢方面做成點。但係好可惜嘅就係話，我哋喺華人嘅社會咧，好多時我哋都仲係重視緊教學上面咧係點樣考到考試，點樣操練，或者點樣攞到好嘅公開試成績。嗰啲都重要，但係而家嘅新世代呢個重點係培養一個人才嘅重要要素，所以我哋嘅教育呢啲係關鍵點，而去到最後嘅呢個世代係一個活嘅教學，所以學校入邊數碼化嘅器材同埋教學係要做好，但係人文嘅學科一樣要有深度嘅發展，將嚟我哋嘅孩子先至係人才，仲係世代嘅人才。咁所以我哋學校咧都喺呢方面一路發展緊嘅。香港嘅中學教育局講明係學呢啲嘅，呢個係教育局嘅文件嚟嘅。咁大家睇見啊，國民身份認同啊，咩寬廣知識啊，語文能力啊，種種，呢啲係人文素養嚟嘅。但係同時亦都有資訊素養，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嘅數碼化 AI 啊 IT 嗰啲。咁所以香港嘅教育，如果學校入邊我哋喺數碼同埋人文做得好啲咧，其實你就更加配合香港嘅教育，你就會更加發展得色彩斑斕。咁所以香港嘅教育，我哋唔係一個重視操練嘅教育，固然有，但係我哋重視學生道德感、價值觀、多元發展嘅教育嚟嘅。我哋學校自然難免嘅係
係有呢啲咁樣嘅叫 STEM room 咯嚇。嗱啲 sensor 啊咁掂落去咧會有啲嘅感應啦。嗱呢啲編程嘅，呢個咧 VR 啦。咁呢啲我哋自然都要學嘅，學生都要識嘅。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呢啲嘅器材幫到同學自己自學啊嘛。呢個係打緊詠春，佢自己可以搞掂嘅，有分嘅。咁呢個係書法，好明好字。呢啲係學生個名，佢揀咗之後有個筆畫嘅，教佢寫嘅。寫完之後話俾佢聽，嗱呢度爭啲啊唔得嘅，打個分俾佢。咁咪可以自學咯，自己可以不斷重複咯，可以改善咯。咁呢啲係我哋數碼化嘅學習。但係除咗咁，佢個人文素質唔因為數碼化而下降，反而仲要提升。當學生透過個數碼化嘅工具可以學得好啲嘅時候，學校就要喺人文嘅深度嗰度做多啲啦。所以我哋有間詠春武館嘅，呢個係邊個？呢個係我嚟嘅，我自己會親自教嘅。我嘅師傅就係葉準，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人。即係佢係葉問嘅仔，咁我都樂意推廣詠春嘅。咁我哋整間詠春武館啊，有晒牌面啊，有晒對聯啊，有晒師祖個樣啊，學乜嘢啊？尊師重道，入邊有武館嘅文化，唔可以亂嚟。學功夫要學到個人文素養嘅深處先有意思嘅。所以重陽節拜山去拜葉問。呢個係葉問嘅墓地嚟嘅，我都帶埋啲同學去㗎。呢個就更加做到尊師重道、慎終追遠。呢個係人文素養。另外仲有咧，寫字嗱，我哋每年都會寫一次嘅。呢個係真係寫書法嘅，唔係是但咁樣我哋咁樣寫。佢係真係要寫到書法嘅題材，但係好易學嘅啫。學一次就識㗎啦，跟住我哋全校一齊寫嘅，每年寫一個字。咁呢個就係人文素養。我哋唔因為資訊科技嘅進步而抹殺咗人情嘅培養。所以咧，我請我哋嘅同學咧嚟到分享一下。頭先你見個影片咧，有套劇有人做緊啊，跳扎扎咁樣咧，咁有一個主角。我請佢出嚟啊！呢位咧就係我哋嘅呂雅慧同學，嗱你睇見啦，呢個係佢嗰個劇照嚟嘅。女同學，我哋俾個掌聲鼓勵。呂同學，如果有一些東西你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學校的時候，你會選擇介紹什麼呢？要高聲一點，因為這裡很吵。我會介紹我們學校今年的學習主題腦力學。我們說到腦力學的話，我相信還要再高聲一點，好像我的說話的方法一樣。來，我要推薦的一定是我們學校的學習主題。今年的學習主題呢是腦力學。那麼說到腦力學，是用腦的腦嗎？當然是啦。說到腦力學，我一定會提的就是我們學校的其中一樣科技——腦測試。腦測試呢是通過用先進的科技幫助我們的同學去測試大腦的活躍度，那麼再會由經過專業培訓的老師為我們制定一個學習的方案。那這個方案同時還可以去鍛鍊我們的六維能力。那六維能力就是方案之前就是看這個了，對嗎？對。之後就是老師做一些教學的設計。對，而且還會有方案去鍛鍊他們。那麼同時還可以鍛鍊六維能力嘛？這六維能力是什麼呢？分別是我們的推理力、創造力、記憶力、專注力，還有我們的觀察力以及計算力。那麼我們就以運動來舉例，我們學校會有射箭場，射箭的同學呢，在瞄準箭靶的時候需要用到專注力，那麼同時還要觀察周圍會不會突然有同學出現，會不會傷到同學。那這裡呢，我們就需要用到觀察力。所以說，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，六維能力是缺一不可的。那我們學校今年的目標呢，希望同學可以愛學、好學、自主學習，把學會的知識融進我們的生活，而不是一味的無用功學習。這也就是我們今年腦力學主題的由來。我理解了，就是
中间有许多的什么力、什么力、什么力，那什么力就是用这个电脑去分析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错。那之后老师呢做一些特别的安排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觉得老师这些根据电脑的分析的安排行吗？在课堂里行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我们还配合课堂的互动，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分成小组去与同学交流，那每一个同学呢都能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的学习过程，以及更加深刻的去记忆。可惜有许多的老师的分享就是，孩子在课堂里还是不需要听书，还是不想听书，还是想睡觉哦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学校的课堂是不是一样呢？我们会分成小组，1对1互动，然后老师也会去细心的解答每一位同学的问题。那你真的在课堂里没睡觉？当然没有啦。好，谢谢你。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小书法家。刚才您从影片看见他只写一个很大的祝福了，就是他，那他很厉害的，什么书法比赛他都参与了，真的是一个有人文素养的孩子。我请他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告诉大家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兆峰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就读于我们明爱庄月明中学的中5年级学生。然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有什么特色的课室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在最顶层有我们的祈祷室。那我们学校呢是一间天主教的学校。那我们老师也偶尔会带我们去祈祷室，让我们的心灵跟上主交流。然后下面这一幅呢是我们学校有自己的星巴克，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小息或者放学之后，可以在这里吃东西或者是学习。然后我们学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又可以去我们另外一个房间，是我们的健身室，去放松我们自己。等一下，李先生，这个真是星巴克吗？我们这个环境就是很放松，一个咖啡厅的一样的形式，让我们学习的时候不会有压力。那孩子在这里干啥？在这里可以就是轻松的学习，不会有教室的那种压迫感。就是学识，可是也一定轻松的。对对对。好。继续。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后花园啊，然后我们学校的后花园呢，种植了很多各色各样的花啊、草啊，然后还可以看到空间是很敞亮的，然后还有几张圆桌椅啊，让我们去学习的。然后学习累了又可以看一下花朵，然后放松双眼。然后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学校重中之重的图书馆啦。我们的图书馆呢是刚刚新装修没有多久的，然后也是用了很多钱去装修。那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让同学可以更舒服的去学习，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环境。然后我们的图书馆呢，也会跟各科去联合去举办一些学科的活动，让我们除了在课堂学习，也可以去图书馆，这样更其他方面去学习。这样。好，李先生，我也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到过这里？有啊，我们经常都去的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会，就是这里有很多各色各样的书本，供我去阅读啊。然后还有，我觉得我们的图书馆是很明亮的一个环境，让我很有精神。有精神，这个就是最重要你的感觉。对。我们的装修就是这个目的了。还有了，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英语学习室。那什么英语什么？对，英语学习室是用来干啥？让我们呢一进去就会很主动的想说英文。那我们不单要求我们学生写得好，而且一定要说出来嘛。我们学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嘛。对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他们进入之后，看见欧洲的风情，他们自然就说英语。对呀，这是很好的学习环境。刚好你看见学校那么多的装备，你觉得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那么多间各色各样的课室呢，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提升我们的人文素质。对
引导我们去学习这样。好，感謝你，謝謝。其實呢，同學的分